粉养落来坐，欢迎光临进来坐。繁养龙来头，欢迎进来坐。进到张国良的家，音乐氛围很浓烈。我小朋友先上台，再由住宿的小朋友展现个人的一个才艺，有趣的一个的民宿，以音乐做主题。主修二胡、乐琴国笛的3个孩子，张国良有心栽培，从幼稚园开始学音乐，成了音乐民宿的活招牌。8年级生直率地说，是为了学位才没放弃传统乐器，却开心发现客家音乐的舞台不止在家里。同年龄的学生，其实我们经历的更丰富、更精彩，很多不同的表演机会啊，然后可以到各个国家，然后去传承文化这样子。93岁阿婆好喜欢孙子的表演，乐音连结一家3代的感情，兄妹们也联想起到泰国演出时获得的回响。这是一个晚宴，然后我们在上面表演客家戏啊、客家音乐啊，看到忘记端菜。那如果我们之后想做的话，不会忘记本来的就是客家人的身份，对，然后跟客家人的文化。爱你们！在苗栗南庄，一家人希望把客家的好传达给更多人。从小学到这么大，好，就所谓的结合我的民宿来做一个所谓的音乐民宿，跟客人的一个的互动。主要来的客人其实不是全部都是客家人，所以也要从一些音乐元素里面带入一些客家元素，慢慢的给他们吸收这样子。人生快乐，爱是卖高。让客家音乐从一家人的小确幸创造更大的幸福感。这家人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分享期待之音。上课喽！放人落來坐，放人落來坐，放人落來坐。